981X 喺今年嘅巴士路線計劃被建議取消，趁未取消嘅時候嚟遊下車河啦。佢係由大圍美田開出，經美林、大圍街市、顯徑同埋隆亨，行青沙公路去佐敦道、油麻地，以旺角為尾站。佢嘅前身係行獅子山隧道嘅81S，喺2021至22年度巴士路線計劃就提出改行青沙，再將收費由7.8提高到去9蚊，最終等到2025年先至實施嘅，即係話咧開辦咗近嘅一年就要取消啦。今日嚟搭8點正美田嗰班81X 啦。開出之後會繞經美松苑、美城苑，8點06分去到美林總站。頭段呢幾個站大概上咗10幾人啦。離開美林之後，跟住嚟到大圍街市啦。可能因為而家暑假啦，大圍迴旋處都幾暢通喎。啱啱有提及過收費，所以都想同大家分析下。唔知大家有冇發覺佢嘅收費係偏高嘅呢？ 81S 原先係收7.8嘅，價錢同 287X 一樣，其實就係去旺角至佐敦嘅標準啦。改行青沙之後嘅81X 就變咗9蚊，就變咗同去尖沙咀嘅 281B 一樣價錢喎。但 81X 唔到尖沙咀又要收尖沙咀價錢喎。其實近年唔少私隧線改行青沙公路嘅時候都會加價1蚊至1個幾啦。咁唔知乘客會唔會接受呢？我哋8點16分去到顯徑，雖然而家有顯徑站啦，但係都有唔少人等車喎。最多人上車嘅站就係距離鐵路站最遠嘅顯沛樓啦。離開顯徑嘅時候，車上面大概有40幾人，再行埋隆亨、新翠，過埋田心村就上公路啦。呢個時候車上大概有50幾人，至少係差唔多坐滿窗口位啦。其實係咪真係差到可以取消呢？以雙層巴士可以載137人嚟計算，呢班車嘅載客率大概係36至40%。睇翻運輸署今年提供嘅數據就係20%，兩班車共70人。其實就運輸署喺咩時間啊、地點用咩方法嚟計咧，都無從得知嘅。咁其實都唔知道處方有冇低估客量啦。咁81X 喺開辦初期嘅時候，可能因為宣傳唔夠，咁客量確實係幾低嘅。但係經過1年之後，而家應該回升咗唔少啦。估計其實係同2021年嘅81S 差唔多啦。跟住我哋講下另一個爭議。咁其實我會覺得咧，81X 本身行尖山係可行嘅，但係個方案同埋時機都有啲問題。咁啊，回想2020年初啦，我哋都有建議過81S 行尖山嘅。不過嗰陣時係建議先出旺角，再行彌敦道沿住南行，一路順住落尖沙咀。咁呢一個改經尖山嘅建議喺2021年嘅巴士路線計劃獲得接納，但係九龍段竟然係反轉咗嘅喎，即係先經連翔道南下去佐敦道，再屈翻上去彌敦道北行。咁我聽講咧，當年係因為要跟287X 啦，所以就決定咁樣逆走。咁但係人哋287X 係循環線嚟嘅喎，佢行完彌敦道都要翻沙田㗎啦。咁有關單向嘅80X 咩事呢？咁啊時機方面呢，方案提出嘅時候仲未有三隧分流嘅時間表，但係拖咗幾年先至實施，三隧分流就已經實施咗啦。連翔道越嚟越塞車，結果去油麻地冇快到，去旺角仲慢咗少少，令到唔少人認為咧又係為咗青沙而青沙。如果把握到方案嘅同埋時機嘅話咧，其實都未必會搞成今日咁嘅喎。可能因為啱暑假啦，咁啊感覺上咧連翔道都唔算好塞。最後我哋8點8去到佐敦炮台街，過埋油麻地之後，8點49分去到佛街，即係總站啦。着我喺佐敦、油麻地同埋旺角3個地方落嘅人數都差唔多。咁我哋今日嘅旅程就嚟到呢度結束啦。下次再遊車河啦〜